若厨具摕物件去嘛，叫伊搁摕对啦，伊个人都无爱欠人的人情啦。就是我摕去才卖啦，你若别人摕去拢无爱啦。去问问诶，因讲叫车有人管咯。啊，佮182万嘛无啥够啦。啊，伊就因甲我讲，啊无因就欠这救灾车拢。报废，没报废，爱怎样甲讲啊？那我们蔡典忠先生原本是要捐赠那个救护车辆，然后第一个可能经费上可能不大够，然后第二个我们有跟他提到说，因为我们的那个现在目前的2部那个救灾车辆哦，那个时限都长达那个18年哦，那将近20年的一个车辆哦，那事实上在我们是一个救灾的一个单位哦，那往往驾驶着这么老旧的车辆哦，那个要出动救灾哦。对同仁的那个安全上还是堪虑哦，然后我们透过协调哦，那也跟那个透过里长跟蔡先生转知哦，就是说我们急需那个新的那个救灾车辆，那也获得我们蔡先生的一个同意哦。那未来我们有这2部新的那个救灾车辆哦，在对于那个我们救灾人员还有物资的运补哦，一定可以发挥它该有的一个效率。然后第二个，在我们那个救灾人员的出勤上哦，一定会哦更有安全、更有保障。如果真的我们在农业的情况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再找一个能够有一个开口，然后又是木门的房间做一个待救的部分。然后待会1楼的部分呢，我们1楼呢会有一个涉水的体验，就是有关灭火的部分，有灭火器，然后也有涉水。今日天气非常的寒冷，而且年关将近，用火的安全以及防范火灾的发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。那1月13号到1月18号是我们的防火宣导周，我们利用这一周的时间呢，对于我们的民众宣导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装设，那以及用火用电的安全，那还有长者的居家安全注意事项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还有准备了火灾防火的避难演练的实境的体验。那希望呢，借由我们这个宣导，能够达成民众呢能够有效的能够注意预防防火以及防灾的事项。那做好万全的准备呢，那在灾害时就能够有充分的应变，就能够临危不乱。有反应，如果没有反应的话，就是要先叫救护车，就叫119。然后如果确定他没有呼吸、没有心跳、没有脉搏嘛，他没有呼吸嘛，就开始做 CPR。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测试的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评分表这样子。有没有？如果这边到这边是还有这个速率，这边是正常，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子。